出国佚佗，拢是会试看卖啊一寡当地食物。为少台湾人来东京，嘛会来试一个啊为东京外岛起源的文字烧。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网站的讲法，江户时代末期，伫外岛的一间干妈店开始甲米粉搅水，佮搅豆油，也是汤浆了后，才摕来蒸来卖。伫江户时代末期一直到明治时代，若是物资欠缺，笔甲纸拢毋是普通家庭负担袂起的物件，就开始实行甲米粉搅水了后，带行小的铁棒顶悬，用面糊写字来教囡仔。若趣味，囡仔佫会当哪学捌字，哪食物件。再安尼，大家就甲这项物件叫做蒙加亚去文字烧。战争结束了后，日本的经济豆豆恢复，文字烧就毋是干那面糊搅豆油遐尼简单尔。开始有人在面糊内底掺各类菜丝、甲番麦粒仔，甚至是肉，也是海产。想要食啥就揽啥。东港人，我有伫东京食过2摆，有影是足趣味。是讲食了后，我也是感觉腹肚足枵。